主播侬把康萨俺你得给我们俺下周东沙等的这些话哟，全都俺做干么样呐，做用什么样呐，全都俺听懂侬这话吉凶，这些的嘞。大家好，我是德格乌姆，期待已久的舞韵舞蹈班即将要开班了。如果大家想要提高自己的舞姿和自己的气质的家人们，可以报名啦！我在这里等着大家，这些的嘞。Nam la so nam che